南投国势乡在地果农成功来嫁接到红心的高头啊奇异果，将做当地上新的高经济作物。郭志龙9年前开始种植高头果，虽望尤其二桥较好赚，不过种久啊会有通害，收成嘛哪来哪歹，所以小弟建议该种植高头果。有拿到那个红心的品种以后，他觉得红心的那个香度跟甜度都够，所以他就把它带回来嫁接。除了黄金高头果，农民嘛来试种植红心高头果，加上是有机栽培，所以一路行过来真辛苦，嘛总算伫咧2年时间。慢慢的看到成果。它是采有机栽培的啊，它也有研发果酱跟果干。农民把这个果子加工拍做干，所以伫咧买的时阵，就是看到收过头熟的高头果，农民就会摕来加工，真做是果子酱。除了用心管理果子园，嘛用心研发产品，希望让消费者吃到在地生产的安心果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